时这是广播时候吗？对，大鹏展翅吗？这是？天鹅飞。哇塞哇塞！你面对我们做一下不敢了。直播的时候，老婆，你们跟我一起做吗？一组30个，我教你们啊，这个天鹅飞对你们肩颈特别好，练完之后直角肩，而且能够让你们的肩背放松。首先，双手平行于地面，然后对，哎，你看，这开始练了已经。肩部带大臂，大臂带小臂，小臂带手掌，哎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对你们的肩颈特别好，真的练直角肩的，而且啊。这不是飞了吗？这不就是飞了吗？还不上天呢，要不然。啊！而且你们久坐之后，如果说肩部不舒服，那你这样做。姑娘桃花一